材好好啊！喂，深圳玩水放鬆，識貨嘅一定聽過南山阿奇拉湯泉啊，唔使再左揾右揾。呢度係全深圳第一間可以潛水嘅水療啊！跟住我呢個老師導遊，包你唔會再蕩失路啊！從深圳灣口岸出咗關，搭地鐵13號線轉1號線到達桃園站 A 出口，直行300米。以上指示圖建議保存落嚟，分別隨時可以揾到啊！入到去先上2樓，推薦平時假期有帶細路仔出行首選之地。湯泉區浸翻個靚湯，放鬆下筋骨，浸完就可以去呢個遊戲電競大區大顯身手啦 ！VR 遊戲、舞文 DX 街機夾公仔，仲有當下超流行嘅拼豆。大人細路都玩到癲啊！周末仲有驚喜嘅表演睇，真人美人魚游嚟游去，美猴王翻關斗，非遺變面，每周節目都唔同，次次去都有新鮮感。哇！呢度仲有玩非遺手作樂園添啊！非遺嘅豬串，哇！啲小朋友喺度咧係好多嘢玩，好靚啊！呢個仲可以畫畫。有一次我見到個大叔睇美人魚睇到眼都凸埋，笑死啊！玩到攰，即刻去安排呢個按摩、推拿或者足療啦。呢度嘅技師個個都受過專業嘅訓練。一個泰式床，一個係中式床。哇！手勢真係掂過碌蔗啊！按完個人都鬆晒，成個人爽晒，直頭想瞓多陣添啊！太正啦！可以望住呢度睇戲，一路按腳做大堂劇務。帶咗小朋友嘅家長都唔使擔心，工作人員可以幫你託管細路，你可以放心按摩，唔使心掛掛。詳情就可以問前台噶啦。哇！佢哋啲蟲洞咧，裏邊咧全部都係可以鎖門噶，有得鎖門噶佢，而且咧佢咧好似榻榻米咁樣。而且佢仲有啲被鋪床單，全部都係按呢個客房嘅標準嚟設計啦，全部都係已經係嗰度1:1:1消毒先會使用嘅。哇！而且都係唔壓唔焗縮啊！仲有叉電位，呢度蟲洞。再上3樓，電梯門一開，哇！成個美食天堂啊！個水果吧正到黐線，40幾種嘅飲品。好多都係山姆掃翻嚟㗎，好多款唔同嘅水果都有，番茄仔、番石榴、提子，哇！仲有呢啲林柿啊，超等本啊！一次好咗嘅水果都有，哇！犀利啊！哇！睇下有好多 VR 遊戲啊，仲有唱歌玩添啊！啲人喺上邊一啲都唔尷尬啊！睇下，哇，好專業啊！唱歌房嗰度有晒咪，有晒耳機，幫助呢啲就成笪嘅鏡頭仔啊！最新優惠信息，用 Alipay HK 阿奇拉小程序付款有6% 嘅優惠返點啊！詳細打開小程序優惠內容。另外，搜索阿奇拉打的士，每人可以報銷30蚊嘅打車費，用於消費抵扣。記住保留的士票啊！仲有小朋友1.2米以下免門票。重點嚟啦，3樓仲有個全深圳獨一無二嘅潛水體驗。而家嚟到咧阿奇拉嘅潛水區咧，咁佢逢禮拜5、6日咧，佢都會有啲美人魚表演，不過今日禮拜1就冇啦。係啊，你冇聽錯啊，真係可以潛水㗎，有獨立潛水區，專業教練帶你落水，唔識游水都冇問題，最多飲幾啖淡水啫。潛完水再去玩9D 裸眼軌道影院，刺激到飛起啊！有 VR 體驗啦，幻影飛碟玩到你唔願走啊！總之，無論你係想放鬆心情定係大一家大細放電，阿奇拉湯泉都係你嘅不二之選。嚟過一次包你翻尋味。係中國風嘅餐廳啊，仲好大個門面㗎！哇！佢有好多唔同嘅小食。我仲有卜卜雞啊！
大閘蟹、榴蓮披薩，都有炸雞，有薯條添喎。呢度就係一個餐廳區。好啦，今期嘅視頻分享到呢度，更多分享下期再見啦！記得快啲約埋班 friend 一齊嚟放鬆下，Have a nice day，拜拜。